咱就是会当心情较轻松，做来听看创作者伊的想法安尼，好无？安尼咱等下就是先请另外的作者吴希美，应该叫伊本名还是艺名？本名是吴家苗伊艺名是希美啦，安尼，互伊来介绍好啦，来。我分享就是一本绘本，即个《天龙人间》。我大概今日就是大概从我小朋友分享一下，即摆咧做做工课后壁想分享讲咧，像咧创作即个绘本，我想法。上尾我分享一首，我因为即个作品发表的时阵有写秋诗啊。好，我姓吴啦本名叫高明，我的片名叫做谢意，我大家知影这即句话是方药经讲的，谢意是民族的本。我即摆主要工课，大家知影是即个大部分是计划即个计划其实是一个公开的主计划，伫即个走即个平台顶管若大有兴趣的，再去了解一下会使到支持。主要咧做即个台语的家诗啦，有两项就是即个诗里拍台语，另外就是找台语的书店。主要就是即两项目前是刚刚手机发本明年应该开始做即个电脑版。再来即个线顶的书店其实即两项比较足侪需要处理字数的资料啦，所以你若看讲。你若有咧研究咧，发现讲其实豆芽有增加一寡无同款的资料比如讲有一寡是照本书店的设计资料，有一寡是迄个网络顶面的资源，我家己做数位，我甲整理去做设计，所以这资料就愈来愈侪，愈来愈完整。若有兴趣大家大家来斗支持。你若想要了解较侪，就是使 Google 这个台语家诗里面的字典。这个家诗的意思就是即个工具的意思。即摆嘛有咧做即个推广计划啦，是台语是工具的推广计划，所以你若有兴趣这是完全免费。所以你若有到50个人认同的所在，是讲是伫即摆线顶嘛是会使50个人，你就会使来我申请，就会来讲无同款的即个主题。大概就是负责人第一种就是完全袂晓台语，但是袂晓台语啦，完全袂晓台语的，伊就会使算做一个体验啦，来试看卖拍台语是啥物款的感觉。你若已经会晓的人，就小解讲即个书里甲即个书店有啥物款的家诗，也是讲背后有啥物款的知识，你爱知影了，你较好运用遮个资料，才有。 无共的兴趣的就我讲做所以若有兴趣才来讲申请。就去找迄个台湾家诗书店。我本身嘛有咧做教学的推广就比如讲像，这是基础班的教的我家己设计教材。这是即个字母甲声调白影这白影的设计方式较像即个扑克白影，就是单歌咧算迄种，伊会使变化做一个同款的，迄个算法就对了。 有设计无同款，字母甲声调有10几种的算法，你若有兴趣嘛，使来参考。你若毋知要去倒来找着这个台语啊。另外嘛有咧教一寡写作的技巧毋是教文学地的写作，是书写的写作呢，其实做者毋知影。你写的时阵会有啥问题，包括讲一寡迄个定的迄个讲毋对的音，还是讲书写的技巧，是讲笔法故事等等。 像我即摆嘛有甲其他无同款的单位合作，即种小小拢赞要紧。就甲法国台湾协会是讲即个，这算做迄个北美的是台湾会馆等等甲无同款物件。本身嘛，佫有创一个品牌叫做台语猫的店，叫台语猫啦，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咧用一个较趣味、较轻松的方式来去推广即个推广台语。 像你有看到这规个小册看落去，这就是2件衫嘛。像你看，我身躯顶穿的真正是乌色的。这像倒出边，这就是请迄个少年的迄个书法家来写，就是你会感觉讲迄口少年的气口。
啊，正手边这是请迄个倒手边迄设计师，其实即两个设计师拢毋是台湾人，这是Okinawa，啊，这是迄个美国人，应该是美国人，我袂记啊。规日这拢是请着专门请设计师来做，无共款方式去，互大家对即个台湾较袂较处理，感觉讲较少有趣，其他嘛有一寡较无共的啦，啊，这其实就是一寡是有淡薄新色啦，互少年朋友感觉讲咧穿衫伫个身躯顶挂，他会使看咧台湾是做啥款。啊，比如讲一个倒手边迄领顶挂其实写的是看无紧来问穿的人，就是迄个衫顶挂就是写即句话啦。啊，伊后壁面阁有人叫做看无呢，就是你若衫穿出来，感觉做新鲜，当然。无看，袂晓看的人一定毋知影这写啥，总是有可能会来问你，就会使甲讲，就是处理啦。就是用即种较轻松的方式，比如讲这少年人的会议啦，出来讲啊，毋通好啊，敢安尼类似即款的物件啦。啊嘛有做一寡无同款的，甚至文创的什么产品安尼，比如讲像即句，你若有看少年人咧做，你会知影伊定定去算一个品牌，叫做迄个 Superdry。Superdry， 做侪人去家做变化，我嘛家出一个台湾版 Spring Young 啊，就是咱起毛一 Spring Young， 就是迄个做凉的凉啊，这真趣味的台湾话啦，这其实做侪人即摆你可能无听过。嘛做一寡无同款的，比如讲迄个东部的牌影啦，有是讲其他的物件。我出一寡无同款的，就是迄个，比如讲像这主题是台湾点心啊，这台湾点心就是咱讲华语讲小吃啊，就是无同款的物件，大概有3种啊，就是三类，就是一种是食饱，一种是就是食点心啊，一种是洗嘴呆啊，就是无同款的品。就用这种方式，这款的方式就是我实际上处理甲无同款的人接触，还是讲去其实台湾的时阵，我就是用这个方式互伊看。比如讲，看这个，比如讲倒手边个，这可能四个拢有，毋过阮南部叫垃圾桶，阮北部可能叫做老板桶，无共，规日就是无共款的物件。你看着这，你就使互看讲，你要看卖这台语安怎讲？比如讲像倒手边个，这台湾上出名的，上出名的即嘛是字体啦。迄个嘛做出名的咸酥鸡看即张图就互你安影者。顶悬有写了罗马字嘛，所以互你看，你会讲，敢若以会出安尼，所以其实做侪人安尼看就会晓。所以这是台湾其实即摆上大问题就是因为做侪人毋捌新加坡做过，所以你若有教一个图，用一个处理较设计来做伙，会较轻松啦，较生活化。莫讲随刚看到是你就无想咧看，所以你咧互相互看到，才来做一寡无共款的配合咯。咱即摆嘛是伫迄个实际店面店头间合作，就是办手稿的展览，这是打到我为我打到来。迄个像这个品牌这可能知影这自己台湾的，伊嘛早来跟我合作，就是做伙出一个这个喙红啦，我就顶悬有写。用这个台语名做角色，顶悬就设计一句话叫“陪我练习讲台语”因为即摆大人出门我挂喙红嘛，你即摆出去讲台语的时阵，你应该常常拄着一种情形，就是靠一句话就甲伊讲，毋可以说国语，就是安尼啦。所以就是用这个方式啦，就是变做讲你莫伤过硬，就是教人讲起冲突来话，你知影话人就是讲你啥？公开的电话咧写，我来讲伊个代志，应该知影伊个关于个代志嘛，我都有咧讲，就是用这个方式。较毋免讲，爱迄种引导安怎去陪我练习，你无爱讲嘛，无要紧，你就陪我练习嘛，你就看来安怎讲，听看卖嘛无要紧。另外就是我大概另外做着时间咧斗相共咧舞这个社团啦，这社团可能大家有听过，伊咧打到第一个感谢。这我之前是做社长啦，有接落当做社长今年已经到算开始第6冬啦，我是接第2个社长，之前是2冬。伊当初就开始较往外发展，就是有办做侪无同款的活动。所以你看，
我其实一个无大个社团，我嘛无啥物资源，我就干那会员家己读社区安尼尔，就支持做做侪代志吼。有台语讲做线顶的开讲会，还有进场晚会、台湾博览会，即马改做线顶的节目台语小节目，还佫有台湾的读册会，即马嘛转线顶，还佫有上班的教校，嘛是逐个时拢有咧开。啊，再来听台语囡仔讲，就是培训一寡老师，也是讲做出一寡绘本哦，去讲故事，来讲有做培训。我其实做侪功课。我即摆嘛当咧筹备咧成立一个正式的这个协会。我这之前有办过一届是算咧足大型的台湾博览会啦吼，伫北港啦吼，因为我无法度去其他所在，迄车钱就毋知偌济去，啊，之前是。用一个伫线顶的无主的专栏，这是头一个伫无主专栏是写台文的，就是内底有写台文的无主专栏。啊，这个活动其实你有看到内底足侪无共款的活动，拢是较去少年人的，而且办这个活动的时阵，自头到尾无共讲啥物叫做台文。我活动就写里面讲，这个叫做台文，阮自头到尾无共讲啥物叫台文，而且内容完全是看无的。相时嘛，佫有出一本哦，即摆嘛到当无人出，就是专台文的少年味的即种刊物，到当无人佫出即种专台文的刊物，讲少年的贵啊，是讲像广告一款。哦，这是其他有关于国活动哦，其中一个这是迄个，哎听到，其中一个这是像这是全世界头一摆的台语拍字比赛。全世界头一摆，我家己拍的。这个现场，这是大家有来参加有得奖的人，得奖的。今年佫有甲高雄文学馆做伙办一个，就是当四季无同款的这台语文学的讲座。因为是文学馆，所以来较我文学的方面去创作去讲的吼。有这个囡仔文学就是绘本的部分，我嘛邀请无同款的家庭来分享。下要讲伊每家庭的团体啦吼，再来是讲像有白话字的文学，台文创作起稿，然后开始写，再来明仔载开始有一场吼台语文学的发展，这就是明仔载吼，伫线顶吼，大家拢会使来参加吼，你若兴趣就来，你若无报名会使，就是传讯息来阮面册吼，台文博览会你就会使来参加。我邀请即个郭丽英，伊其实是特殊啦，所以。伊是特殊是另外一个特殊，即摆伊搁读第二个特殊，是安怎啦？伊咧讲即个台语文学史吼，三个月连续讲3遍，伊会对即个台语文学发展的历史吼，你会较清楚，讲嘛大家会使来听。这是我感觉是足有本，就是你若要学台文吼，其实你还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其实做者顶晚伫遐花伫遐吵，哪个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你无这个特定的知识。还有线顶的读册会啦，即是阮读册会，我即摆咧读这个图书高级，基本是无错的。但我同时家己来，是要开始拍这本来吼，来到底是啥？线顶的这个台讲会，迄是线顶台讲会，我会参加，一个人分享你的10分钟，会开放大家交流安尼。这即摆是这 YouTube 顶管的这个台语小节目，你若毋知影去 YouTube 顶管找这台语小节目，这我用做者精神去拍，过来做片。顶管是讲，咱是咧开讲的对话的录影片，一片拢搁有2-30分钟，搁全部做一部，搁做双直播吼，一抓是第二，一抓是汉字。你若有兴趣再来看。即摆已经有5个啊，已经出3片，就是迄个。即摆上咧穿，迄个3Q 啦，3Q，然后再来2P啦，然后再有前文化部顶一个分吼，你若有兴趣要听第2本安怎用台语讲契合吼，你会使去听看下内底，伊头一摆讲嘛是同齐讲，用台语讲，伊是头契合的嘛，知影。另外就是这个台语囡仔讲，肯定是有就是其实这是今仔日主要讲的物件。阮其实有长期咧办这个。就是来听台语囡仔讲的活动吼，像这即届是请蒋文教授来讲带到遐其中一个所在，阮都有找这个图书馆幼稚专中心去配合讲，现时来讲这个囡仔讲的
讲台语的讲囡仔讲，或者囡仔有听。啊，伊即阵仔讲疫情关系，所以讲食少。即摆嘛有开始陆续讲，哇，这线顶的这部分。啊，因为你若开始讲遐讲迄个，发现一个足大问题，就是因为台语无相当会准。啊，你家己摕其他语言来翻译，迄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因为翻译就是你两种语言，你拢做熟悉，你才有法度吼，你才有法度翻译。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讲，翻译的物件其实较无本来台语内底有的物件，所以就这个部分就较欠缺。所以，阮迄当时，阮其实是头一批，就是文化部开始有这个开放源补助出版台语相关的物件，阮就去申请。然后迄当时就是阮这个迄个。台语囡仔讲，阮就有三老师，其实不止啊，就是，然后其实有几啊个人都会申请，啊，要出3个申请着，我是其中一个，就出一本文叫做《阿姨话》，这是台语的内底播音啦，过来就是讲甲即个生态有关系，我这地铁甲设施是台湾，即只因为其实台湾我讲有即只鸟啦，即只叫豆鸟啦，即种鸟类叫豆鸟，是好命啊，华语讲好命。这叫做乌面牙龟所以去示范小解讲，这啥叫做乌面牙龟？因为其实你若听华语的名，就叫做黑面琵鹭，琵鹭你就知影就是干那一种是一鸟仔类叫做琵鹭啦毋过你若是台语的名，你就听过，你就知影台语就是一种生活方语的，伊结合起来时阵就是做生活方。所以乌面就是伊的面乌的嘛，这一点是免讲。若龟咧，就是讲伊迄个喙的叫就叫做龟啦。你若台语，你若听过台语就为数动词了，你叫你若搞即款有名咧，迄叫做龟的，就是伊的喙这个形状。伊的生活的情景就是讲去迄个即摆是稻草啦，就是迄个台江啦、太乡啦，去内底个拉红鱼啊、食啊。所以这就是叫面啦，叫迄个面干。你若毋知影啦，会使透过网络去了解内底我无共款的这个想法，当然就是这是只有一个教的台语的部分。再来就是讲，我手就是去投稿这你刚提的伊这目标的读者是高中生啦所以你会看高中生的有本伊的范围较阔，就是分做无共主题。我是写历史的，因为这历史其实甲迄个原底迄个。生活环境较有关系啦。我想要讲这，我当然分享讲物件。过来就是讲，即阵仔较多用咧这个交通通信查找咱的技能有看啦。我再补充一下，这技能有看其实是我找迄个交通通信创办其实是洛杉矶啦。我招几个人，之间做伙来做发起的一个项目。真正做法去小解讲，早期这交通通信发展一寡历史，内底作用的一个。因为台湾通信是相对其他的台湾的项目来讲，伊是一个运动性足强的项目。其他的项目你看着大部分拢是文化，所以这个部分你可能对台语你一寡想法了解的你来看。毋过伊无主我前2天结束，你会使当年底出版的时阵有其他的关注。我来分享一寡创作的理念我就简单讲，其实这是我真正伫小孩仔内底教你的教授其实画这个画本其实真简单就是因为我当时去教的时阵，因为我也教足少，教足平，去教了我就透过伊问一件代志，我教高中的学校，我就问伊讲，迄2班是啥物人开啥物人？因总是听过2班因就是小孩足中我毋过伊甲我回答的，我足惊就是讲，因拢讲是。日本人拍台湾人，因拢当作是2班自家是日本人拍台湾。其实我完全想象袂到，这件代志是因为倒位听来的。你会使去想看，这个想法是为倒位来的？毋过我问着，差不多9成以上拢是这答案。我毋知这是真嘛真嘛是台湾是。这过来传承的代志，即摆到台湾安尼，我也感觉真正足合所以你会使陪人去想看嘛，是安怎伊会遇到这个物件？因是啥所在遇到这时候，我也感觉足奇怪，是家长互伊，也是老师教的。课本其实有的老写，所以伊到底是为倒位来？
所以其实你也知影，即马咱的教育吼，教单嘛其实嘛拢共款，教单其实无改变偌济啦。啊，所以我会感觉讲，当然其实上要紧的是你要先了解家己的文化历史啦。你这无了解，其他的拢毋免讲。另外就是我是为高雄来的，甲组出发，所以我就写高雄在地的历史。虽然讲是写二八，毋过是用高雄人的角度去出，因为其实高雄是头一个互迄个军队武力来镇压一个所在啦，其他所在是高雄是头一个3月初到迄个大雨赛。看讲这进前的消息啦，就是台南的迄个导览伊嘛有讲这物件啦所以其实故事我内底故事的设计就是，一般你会看到就是上摆主要因咧拢咧讲受害者。我颠倒无讲，我就全部内底受害者尔，我拢无爱写，我干那讲写有几个人，啥物人安尼。我内底有写名，就是凶手的名，就是凶手。我听过迄摆咧写受害者，你应该重点讲是加害者。你拢无去处理加害者，逐工咧讲受害者，你该甲安怎？结果拢无处理加害者，这就是即摆上大的问题。再来就是讲，我用这受害者的语言来写这历史，来讲这历史，这是要紧。其实包括遮我真无采因遮的人无来听。其实我真正来，我有甲迄个。前馆长有甲建议过，就是像你若看着遮，其实规个小台文字全部其实拢是用安怎啥物文字写？你敢有去看？因的迄个内底小台用啥物文字写？汉字啊，敢有用台语写？你敢有看到有用台语写的？台语文创意园区，你敢有看用台语文写？足少，大部分嘛是拢写互语的。中国话写，所以你看即件代志有坎坷无？你看，你若要用即个中华民国市民者的语言来讲即个字，其实这就是搁一摆咧涂杀，到当嘛是拢共款的。所以你来看，这其实其他的所在，你来看，所有的迄种市民政府，伊要针对即种无共的族群，伊偷一件代志就是安怎为语言入手的。这是迄个香港啦，这是迄个新疆啦，这是迄个南蒙古，人讲内蒙古，这其实拢即几档的代志。所以其实我家己感觉讲，你搁顾市民者的言语，纪念200，就是搁一摆大菩萨。顾这意思就是讲干啊，你当然咱会使尊重其他的语言去讲，毋过你莫干啊，一直拢用中国话去讲即件代志，安尼到底是啥物意思？另外就是，其实我是较坚持用白话语来写，因为这就是咱的历史文化。白话语是互咱市民政府登记，咱是安怎无爱搁继续用这物件，对。所以其实转用正义上要紧的头一项就是语文的转用正义，语言甲文字拢爱转用正义啦。这我是感觉上要紧的物件。这其实我内底拢有写伫册内底，你若有兴趣，再搁去看。上尾我来分享这我进前写一首诗啊。迄个本日煞食，永远袂停困的人。青云的头仔放送欢喜庆祝的声，228大犹太哦，228大俗话哦，228一斤的尸体也偌济，头家甲我称看卖。台湾文伊点睛的网络点头复杂，你若去看字，你就知影，就是迄当阵就是连假嘛，所以讲咧庆祝迄个活动，我连假爱个啥物市政府的门开开，加害者的言语，也不是对我目睭里八卦，搁八卦，台湾文以暗搜索的台湾史册本。笑相的字，市政府就是你若看迄个册头顶管，迄个就是古早的迄个打狗的市政府，即摆是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因为之前有去办，也要办文化标会。其实你若看高雄市的历史博物馆，莫讲高雄市的，其他所在嘛同款，全部嘛是拢咧讲历史，拢用安怎中国话咧讲。所以其实你到底是啥物意思？落这爱好字无意图来开念，无人会听。
咱到教的问题，咱是已经安看这14年前的会址，和平者嘛毋捌出事。所以讲活伫迄个中正桥啦，中正桥下底的暗钱巷面，这你若去过打到，你会知影是写了情景，因为你当阵市政府你有看故事内，你会知影，迄个大肚山时阵死上侪人所在就是迄个市政府迄个所在，做侪人为迄个边仔后壁门你若去现时咧看伊迄附近后壁门，就是走去迄个海内底也是附近的迄个空空地伫遐边的，毋过尾手嘛是讲伊个军队走去遐做啊，也是讲比咧较爱护内底扫射，我拢挂死去啦，所以当阵咱就是做侪好。苦痛的3月天失去的魂也是无得到正义。当时的记早就过机互对敌故意，魔鬼的手把咱的身份向落咧破审判，下了未知。74代后，烧落的目屎已经腐去，敢是咱放弃咱家己？这苦痛的3月天，你了知影看过读过相关的诗，这句话是单位写的一首诗，就是咧写咧，我是咧呼应伊去首诗啊。这大家看一下，其实你也知影，即马到单嘛是无啥物改变。好，我就简单分享到这，我占大家伤济时间，多谢。喂，感谢嘉宾遐会使甲咱讲遮尔啊济，就是创作228都用228这本册背后的一个故事吼，互咱会使去反省啦，去思考一下度吼，要安怎来会当来做转型进行这项代志。当然嘛真感谢嘉宾遐伫高雄做遮尔济台语工课，尤其是找台语、拍台语这个台语文相关的家诗吼 APP 吼，这拢是咱即马咧学习台文的时阵吼，真好用的一寡工具吼，真感谢。好，煞来就是咱就先邀请小本书想要找一间厝的作者，甲有各画图者来甲咱分享一下吼。等下就是作者是林秀老师，吼，各有嘿，各有思涵，嘿。那个主持人各位。今仔日吼，恁真无简单，毋过我感觉人较少吼，加较轻松啦吼。就是这本册吼，我参加理工节比赛首演请迄个画图吼，出一本册。若讲迄个罗曼·罗兰讲的讲。作者伊咧写物件，写了作者就死啊！恁插的孙吼，就是由恁插的人个做一摆创作啦吼。一般来讲，作者伊无爱根去讲伊边写过的物件，因为伊要表达的拢是真内底面啊。我今仔日介轻松是讲，因为阮是在北平的时阵，有介一个囡仔，所以即摆囡仔药瓶看了拢扫去啊，拢丢走啦。所以我本来我准备就是讲，因为我要介绍就是讲，这个小本书吼，其实就是拼生啊啦，拼生啊，台语叫做拼生啊。伊有一个这个名，感觉有一点仔诗意，就是讲叫做小文书啦吼。来看就是讲，我本来是讲像迄边我就甲伊介绍讲，你来看这小文书想要有一间厝。逐个人拢有爱有厝，你若无厝，你去外口流浪吼，其实嘛是真可怜吼。你看，这就是个厝吼。逐个人住的厝拢嘛无相吼，这拢有厝，拄仔干只只无厝吼。这为什么会迄落咧？我想讲要甲大家小可介绍一下，就是讲这小文书吼，其实就是讲，因本体吼，因本来因是无。因是无迄个无壳啦，因为经过演化了后呢，因总变有壳。因本来以为是讲安尼，因的生活会较好，就免互黑啊、互风安尼吹。毋过呢，因为这时代无相啦吼，迄个像迄个海边啊，拢会迄个去集中啊，去就是啥物。游乐园啦吼，
经典吼，到即摆搁拢咧流行这啥，这饲个啥，饲个宠物啦吼，宠物，吼，毋是干那饲猫仔啦，饲狗仔啦，即摆嘛有搁有这夜市嘛是有这卖即个囝生仔这迄个囡仔嘛是有咧饲啦，所以就是讲因这壳吼。这个遐壳吼，话拢就是风扣去，这嘛是这囝生仔吼有人用的，所以即马愈来愈少。伫迄世界上吼，大约吼，这囝生仔大概有800种，吼，是咱台湾吼，大概有54种啦，吼，迄个伫1996年咧，咱的农委会吼有公布因吼已经属于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保育类嘛吼，这是咱台湾吼唯一的保育类的甲壳类啦吼，所以讲，这嘛是一种环保的问题啦。我伫报纸吼，捌看过啥，就是讲就是有报道讲，即摆种的愈来愈少，所以嘛是，伫因来讲呢，因算讲是一个清道夫，就是讲因伫个生态内底有因的价值，吼，因这壳呢，因这壳拢是捡伫海边捡迄个，像讲迄个仔死去，因留来壳，因家用，因慢慢大只，所以因一直咧换厝，吼，因若讲因大只，因的厝变较细间，因要换厝的时，因的壳会互佮较细只用。这壳你用到暖的时阵，吼，较会甲伊散掉。即摆呢，伊这我就毋知要怎操作，若要去后一张吼，就是讲我先甲伊介绍，就是讲这小本书吼，伊的原因也就是安尼讲嘛吼，按家己看反正安尼吼，这无啥重要。即摆排题啊吼，因为即摆迄垃壳，就拢去用有当时人会捡着，感觉盖世的捡这个主控，所以呢，因就找无，你就种种咧粪扫，你看这嘛是真可怜啦吼，你看这就是，你像咧煮干的迄个挂啦，这拢就。因无厝怎啊用这真可怜嘛。这吼我会讲，像这吼有迄个公共电视吼，有做这啦吼，因即摆因的厝拢用塑胶做的，毋是迄个天然，就是讲迄个粪扫。因为这本来我是讲有要办互大家小看一下，但是呢，无要紧吼，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大家若有兴趣吼，你所以你家拍迄个拍字吼，伫迄个网络拢会当看到，所以我就甲伊超过啦吼。因为应该是留较侪时间互我的迄个画图者吼，因为伊这画图咧创作的时阵吼，伊来讲伊创作的迄个应该是真精彩吼。这是我吼找到一个迄个讲我的宠物想要唱歌，我这首诗嘛是真有意思吼。我饲一只宠物，伊介意陪我散步，就是若饲狗仔、饲猫仔嘛吼，伊拢会甲你散步嘛。伊介意参我做伙听莫扎特的音乐，伊介意定定听我讲话。若我无爽快的时阵，我的宠物会唱歌互我听。伊甲我讲，伊嘛足想要饲一只宠物，伫伊无爽快的时阵唱歌互伊听。就是讲，你饲伊，伊嘛，伊来迄个，互你快乐，其实伊嘛有当下真要做，伊嘛想要饲一只啦吼。所以这就是讲将心比心吼，有当时讲，其实因的厝就是伫大海，伫土地内底吼。你家用倒来干仔哩，来是啥物饲到恁的厝里吼，其实对伊来讲吼，伊是袂快乐的啦吼。迄个就是讲这个，这囝生仔即种迄个甲壳类吼，伊若较大只吼，是日本咧沖縄海遐吼，有咧较大只吼，有咧卖海鲜，这本来有老影片啦吼。我今仔拢来挑过，其实恁若有兴趣吼，
你若是网络，你拢会当小伊家拼势。啊，因为即马吼有这囝生仔愈来愈少，所以呢，像咧伫迄个2001年的时阵，迄个做文史工作者，即个林先生吼，伊有伫迄个翻做公路吼，先做记录，就是讲因的制品啊，到因这繁殖的时阵吼，啊，你的车家己交过去吼，安尼一边就死足济啊，所以。到尾啊吼，因有迄个政府的伫遐用迄个路牌啊讲，吼路些出没，减速慢行，即是欢喜啦吼。啊，你大概就是讲，知影讲，吼，即摆嘛是拢爱迄落啦。啊，这个肯定公园吼，你看伊这是嘛是欢喜啦吼，伊这是守护吼爱去停迄个囝生仔一间厝。啊，这网络内底呢。有若有迄个馆长吼，迄个运动馆的馆长，吼，因为伊是在地人，伊是乡村的在地人嘛吼，伊就讲，伊遐有讲啥，红柑吼，边下过山下，山马、拉豆半岛资源真正侪生态保育搁大家。伊伫咧网络内底吼，有办迄个有人咧大去来其他无听啦，我是讲。大概安尼甲恁讲过，啊，遮吼，就是讲，因为即摆愈来愈少啊。啊，即个施先生吼，伊嘛是一个学者啦，啊，伊写书就是讲，咱有一天咱若拢无家己保护，这囝生仔若无去的时阵吼，你着变成敢若剩一首诗尔吼。古早海狸仔厝是囝生仔厝，吼，海狸仔死啦，吼，壳就是囝生仔，吼，迄个大落来，吼，啊，接线。较仔的客厅，伊怪伊着放伫迄个客厅的拄仔柜，吼，啊落来死了后吼，落来仔厝嘛是囝生仔厝，啊即嘛你仔较搁伫拄炭来听，吼，互风飞沙看的，吼，另外咧永乐岛。吼，永乐岛变成囝生仔的厝，未来有一天海狸仔消失啦，吼，囝生仔嘛离开啊，因为伊无厝嘛，伊无法度去生存落去。啊，老人总是爱讲古早有只囝生仔，这就是有一点像预言一样，就是讲，惊讲吼后边若拢无的时阵吼，啊，就是麻烦啊安尼，吼。啊，我其实我写即个就是讲一个查某囡仔到尾啊，伊有发现安尼啊，所以伊总甲迄个篮筐呢，搁摕起，过一个迄个暑假，伊搁摕起现迄个咯。啊，我是感觉讲，当然安尼写的时阵有啊，较互囡仔一种较迄个正面的迄个啦，就是讲即个迄个家己厝吼迄个囝生仔啦，吼啊我希望讲，如果吼你若有读吼，啊若是讲已经看过来是讲你有啥问题吼，应该是会当提出来讨论啊，因为阮写人台湾我就讲了，即内底写的我就无想要跟讲生活了，我就是大概甲因讲，即囝生仔20天就是安尼，啊我就请即个画图的吼，伊安怎来甲迄个用途来表达。我即本册会来用安尼吼，好，多谢。大家好，我是诗涵，我即摆就是负责讲画即本小文字想要有一件事，大家有啥有这个机会来画图，就是迄阵，因为这是我第三本画图的册，迄阵就是陈鸿辉老师甲我问讲，诗涵你敢会当画图？我讲我会晓，所以有这个机会，就是有这个很好。即摆来大家分享讲，就是画图时阵会拄着啥款的代志，会来甲。第一个是讲我画过上侪摆的图，就是为啥物爱画遮侪摆，就是因为一开始我摕到迄个文字，就想讲哇，就是老师会写的文字真正甲诗共款。这是真
你爱去想讲，你安怎把这地底，就是少少的文，就是文无遐济嘛，你啊搁画迄故事无，互人感动。这路的指示，这所咱的表现，就是真真重要。所以我画就亲像讲，第一款是就大家看到伊用的水式，拢是同款的事，毋过看起来完全无共。这就是阮画图者较看定的所在。所以我画2张、3张、4张。第5张的时阵才决定讲好，即摆即本囡仔册爱用即个方式来表现，就是因为即本册是爱互就是较细汉的囡仔看，所以想讲好，你爱多水，毋过你嘛，这故事就是有伊的表现，甲看起来敢若有点仔，我家己挑战是讲，你爱看起来就是点仔较。亲像讲日本迄款就阶级甲国际化一点啊，这我互我家己的目标啦，所以我真介意这个结果。好，继续介绍，就上歹画的图画完。好，我感觉上歹画的图是一张，就有啥物这上歹画，就是因为你的文字甲诗共款，所以你要安怎，就是伫一张图内底表现这个物件。所以，我代志无代志，我代志就好。好，大家看到讲，这是这文字就是讲，这有恁起起，搁有就是新闻，搁有台湾，搁有云台，就是你的现实内底，无可能这4个代志同时间发生，有可能是同一天发生，毋过你伫阮这个图内底，你要安怎安排？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这真正是画足久的。好，毋过就是试少一摆了后，就是大家伫册内底看到是一张，因为老师写这足古锥的，就是讲恁去去的公共桥，就好公共桥，那我甲恁去去看，就是画作甲伊共款，就看到讲这是你的看起来就是这新闻看到讲手写，你拍字嘛免拍遮济，就是你的看起来较。就是清气，阮风台无去啊！大家再家己看册找一个风台，伫家己按手安尼。好，来继续介绍我感觉上海画图拍图，也是一张。这种嘛是你，就是我就是因为文字的力量，就是你甲就是大家拢知影讲，你落雨了后，你的树啊较大丛，毋过。就是遮写的是讲，就是大丛这代志变成是你咧跳舞，哇，即个跳舞的真正，就是只是现实嘛是无可能发生的。毋过这是一个足水的文字，所以我想讲要安怎甲这个表现，所以我安排就是第一张图嘛是出现的狗仔，就这本册是原本是完全无狗仔，狗仔拢是我安排的。其实这狗仔的用途就是，这是阮画图一个就是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你爱安排有表情的物件。所以你咧这表情会甲读册人，就是甲即摆伫看这本册人讲，这表情是愈来愈快乐，这是阮画图真重要爱注意的事。我画第一本的时阵，就是阮为啥物第一本拢是我自己用手画迄文字，是因为迄阵无台湾阁无字体会使拍台文，所以就讲就咱拄则讲的，就是阮照着迄字都走到毋知去倒。对，毋过即摆画到第3本，好，我继续讲就是。我画到第3本的时阵，就是小本事想要有一间厝的时阵，已经有一个字册，你会使好好伫电脑顶悬拍字，所以大家看到。哦，真正是对阮设计师来讲，真正是感觉这时代有进步，嘛感觉讲，即摆有愈来愈侪较重视讲台文的，足侪人伫遮继续拍拼。好，就是即摆今日我就讲到这，就大家有早册想要画图会使找我，好，感谢大家。我小可补充一个，大家可能无啥知影讲阿庆信即个
成长的这个过程啦，就是讲确实就是算是以咱台湾的教育部8月开始办文学奖的时阵，就开始咧办啦。因为迄阵拢无人咧办嘛，所以就是阮基金会内心来办这个物件，希望会当有更较侪小说，也是讲散文、诗等等的文类出来，大家介意来看的人会当读。当然就是如果因为教育部刚刚还是咧办民间其他单位嘛有咧办类似的即个文学奖，所以基金会的即个客数就有一寡调整。如果我就是看到讲，即摆有过来有一个亲像差不多即个少年爸爸妈妈带囡仔，有即个需要看台语绘本的即个需求，所以如果安尼阮咧评选的时阵，就有加一个分类，这个分类就是绘本。毋过咱咧评稿的时阵是敢若定文字尔，就是无读，敢若单纯的文字尔。所以就是咱先经文字了后，才搁找阅读者来阅读。所以头拄仔时涵咧讲的，其实我感觉阅读的人，伊嘛是算是一种创作，伊拄着的困难袂比创作者搁较少，所以变做是等于是再创作一摆。而且时涵的工课其实不是啊重，因为时涵是画图兼排版，所以画图你要安怎甲单纯的文字变做图？搁有另外一项代志，就是头拄仔咱咧讲的台文排版等等的困难，其实伊拢会去处理。所以日版也好，还是讲小文书也好，每一本基金会所出版的这个册内底，其实这个后壁咧校对的时阵，拢开出一时间，来来回回确定这个调图无走去内容是毋是有倒位重大等等这个物件。我想即摆讲真济因为你看到年纪无做大，但是为什么你会写入去把这个遮沉重的话题？而且你感觉上你对这个事件是真了解。我是讲为什么你会选择遮尔沉重的话题咧讲？多谢。我家己感觉就是安尼啦，你讲平常嘛是问题，这是咱的，这是咱其实你讲到尾这就是咧讲咱家己啊。其实这就比如讲台湾相关的文化、历史语言，这我拢是变做我家己操作家己的过程。我其实我嘛是像我是演过，拢是其实我看得出，只讲看起来，无讲这少年看。我已经40岁了，应该要40年了。我即个其实你演过就是读迄个国民学校迄种的，拢是读迄种国语殡仪馆，讲计殡仪馆，就是迄种古早的册，迄种拢是全部拢是大中国意识的物件啦。我细汉时阵，我就拄着一个状况，我毋知要安怎处理，就是讲啥我读的遮物件拢甲我无关系，我就无兴趣。因为做简单嘛，甲你无关系的物件，你会感觉做无兴趣，而且爱背我个记忆无好，所以你叫我记啥中国啥物历史文化啥物，啥物所在，啥物庆港早高原，啥物日是几度，暗是几度，啥物地带，我死啊，无可能去啊。家己其实册顶看就是迄种古草古草，甚至老师就甲你讲，这顶管册是写毋对，所以你考试难照安尼写。我就是咧思考即件代志，就是讲。是奇怪，甲我无伫而且我厝边个是讲我家己住的所在，我拢无人甲我讲，我拢毋知影。厝边就是其他人嘛拢毋知影。再来就是有一个现象，我迄当阵差不多，我应该是差不多10几年前咧，大陆总片面出国佚佗。其实你知影就是讲，大人拢喙咧讲出来，讲啥物迄个纽约来是讲东京还是京都，啥物所在，伊偌少愈偌少，结果因兜隔壁迄个学校有啥物伊也毋知影，是讲。因兜隔壁咧经过发生啥物代志也毋知影，我就是开始咧思考遮个代志。我是因为开始食好了，但是较有时间，较有法度去受遮个物件。所以其实你若完全是受中华民国教育啦，你是完全袂去思考遮个代志。大部分的人啦，我可能是我毋知影，就是我就是拄着遮个状况，所以我就是有年龄了，我就开始去找寻遮个答案。语言其实佫是另外一个足奇怪的状况，就是语言佫较歹读，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是因为语言其实已经开始变做另外一个相处的问题，所以大部分人较袂拄着这个语言
你事讲我想要用语言来讲遮物件。大部分人你看这款是讲哦，我就是用华语来讨论这2排故事的话，想要改变的这台语这语言，其实真的特别个个深入去思考啦。所以其实讲来讲去，就是我讲到咱就是，这就是我家己找出家己的一个过程啊。你就知影讲你是啥物款的，你家己的历史你经过啥物款的，这就是你将来要受到教育的，就是要我个家己去受。啊，过即摆有较好就是，这相关的资讯，做侪人你写册一直资讯一直出，问题是你敢有愿意去付出遮个精神时间去了解，因为头课本即摆有开始有讲法，所以要逐渐啊，就是你拄则看我拄则讲，即摆老师嘛是读古早迄个册哦，所以伊读下来这第3回你嘛想嘛使迄无背。哦，你莫想讲到在小我有改啊，加减我有看我台湾物件，要去查作好。好多讲就是这种咱的语言来讲，咱家己故事这项代志嘛，其实伊背后咧讲的就是转型正义这项字，就是讲咱即摆咧谈论到转型正义的时阵，永远拢是讲一寡比如讲历史方面的物件，因为大部分就是伊的普遍无够普遍，变做讲你推广的时阵，大家拢要体现，譬如讲你要看历代的代志，你就是体现花盆的资料会较济，所以是安怎家己伊要。强调讲，伊要用台文来讲这项代志，就是讲，伊要甲转型正义这项代志做较贴切。咱是利用咱家己的语言、咱家己的文化来讲咱家己的文化，还有咱的历史故事。所以这是，我感觉这是真要紧的部分。不过真可惜，就是讲，即摆咱的政府无对这个项物件是还佫无够重视啦。好，难过啦，就是讲就是台语文运动，就是像头仔咱讨论的，其实。要搁真需要大家的支持，大家若是讲，因为咱今日是来到彰化，彰化在台语文分区，若是有啥物活动，也是希望大家尽量来参加。若是大家有去高雄听打，就会使去参加打到的迄个台语文社的一个活动，来支持。若是来台北，来支持李港桥，李港桥就是，目前就是讲咱逐个月拢有出一个台湾通信广播的杂志，这是目前就是台湾上几档的一个台湾杂志，到目前拢还佫有咧出版的，就是逐个月拢有无同的文体，是用汉的这种文体，无同的文章，无同的主题，希望大家会使来支持，甲咱捐款。刚刚应该讲的就是，咱用家己语言来讲万行万事不只是咱的历史，咱嘛爱家己。带来到咱即摆的生活当中，来讲即摆的代志，所以来讲，所以咱会讨论无共的主题，像即个月来讨论的是台语配音，但是大家有来台北的时阵，会使来支持，来看卖安尼，今仔日最后就是今仔一摆，感谢大家来参加，今仔日的活动，大家我请各位来支持。相信大家拢是台语文的经济，会使将即个物件也开放更较侪人知影，台语文会使传传落去。好，感谢大家，谢谢。